同2億豪宅做鄰居，我有冇聽錯啊？前面呢個叫津裕，一間屋仔賣成2億幾，豪宅地段擁有180度嘅海景，而家望同一片嘅沙灘海景，500幾萬就買到全新2房單位，仲要個開則超實用，唔係納米樓。一齊睇下呢個531尺嘅2房單位，入門左手面做咗收納空間同鞋櫃，客飯廳空間都幾闊落，沙灘海景景觀，睇埋個2房。客房位置、主人房位置全部都做晒落地玻璃，務求令到最靚嘅景觀入屋。近海得嚟，前面仲有億億聲嘅屋仔，都真係幾有層次嘅景觀。浴室位置仲要唔係黑字添。返返嚟客廳位置，開放式廚房，基本嘅家電都準備好晒俾你，洗衣機、蒸焗爐、明火煮食。呢面仲有雪櫃，門口嘅鞋櫃同埋儲物空間都俾你睇埋。有興趣嘅朋友下面留言。